几年前，奋益金属公司伫上桥门口所举办的年菜观景已经连续7档，虽然是同一个场景的感觉，不过迄款对经济销伫过年期间特别辛苦，徛伫维护治安、台面救灾甲为民服务的感动却是无变，所以持续观景年菜表达因的感恩回馈。因为那个警消啊、警察，大家都很辛苦啊，有什么事情的话都是。人家电话一来，他就很辛苦的，就赶快一直为我们老百姓啊，是我们的保姆啊，他真的很辛苦啊，所以我们就来发挥这个有一点点的爱心，就送给他们一个温暖。当初该爱心回馈嘛，因为是议员林美燕牵线出行，嘛，互淡市妇联会理事长代表议员致意，同时分别受赠的上桥甲市警局第4分局，嘛表达企业用爱心理财所带来温暖甲感动。我们奋益企业的杜董事长已经连续7年了吧，都一直在对我们警察、消防、义消对我们关怀。在过年的时候给我们年菜，那么给我们带来温暖，我们非常感谢这一个杜董事长以及杜夫人杜夫人送的这个药膳鸡啊，就是在这个围炉的时候，除夕大家全部关门，大家都回去围炉啊。那只有警消2个还在那边努力工作啊，所以这个你看每年送这个最温馨啊。那我们杜董事长的夫人春姬她也是非常感念到我们的警消人员，真的非常的辛苦，24小时待命而且在平常呢就已经非常的辛苦了，更在那个我们过年期间更是辛苦。大家在过年呢，你们还是要在坚守岗位维护我们人民的财产安全尽一份责任。所以说在这边非常的敬佩。在这些媒体见证之下，今年爱心企业的关键搁一段落，期待明年再相会。台湾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。